機械人青少年初夢計劃2021嘅會面日，只要大家敢夢敢想，佢可以係我哋嘅生活一部分，從而令到我哋活出更加精彩、更加有意義嘅人生。因為見證住呢大大小小嘅夢想達成，我哋知道我哋搞呢一個夢想計劃係值得嘅。我哋着重嘅就係參加者嘅初心，點解你會想做呢一件事？呢一件事點解對你嚟講係咁重要？咁其實我都好開心可以透過呢一個計劃，因為呢個計劃呢，我哋係由零啦，而家呢，我哋去到0.1啦，因為我哋都冇諗過原來3個月嘅時間啦，我哋可以發生咗咁多嘅事啦，同埋有咁多嘅嘗試。咁佢哋咧就係以全新面貌啦，令到更加多人可以認識手語，同時亦都可以凸顯手語喺我哋生活當中嘅重要性。從前有3隻蝦，哈哈哈。唔係咁啊，你要俾啲感情。咁啊，先介紹一下先啦，我個 project 叫做長假期。咁啊，希望藉住壁畫嘅呢個媒介，可以令到大小朋友們啦，咁同埋其他唔同團體啊朋友啊，去多啲藉住壁畫去繪畫方面咧，去多啲去認識自己啦，認識多啲唔同嘅自然生態嘅嘢啦。我哋想舉行一個細型嘅展覽，就叫做混亂研究所啦。大家第一個時間諗起嘅可能就係啲 pop music 啊，或者流行音樂咁樣。但我呢組咧就可能有啲唔同啦，因為我哋係做遊戲背景音樂嘅，可以播下我哋嘅音樂。